啊，我们苗家的芦笙，我不是这一边吹，我也吹不响。大家想听不听？要我吹，还是要下面一个著名的芦笙专家来吹呢？啊，我来吹吗？啊，谢谢。啊，下面我都吹不来，我在家里面吹火筒的话还行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有请这位演奏者闪亮登场，掌声热烈一点，这个是重量级的一个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好帅哦。OK， 哎，不要拿嘛，等一下，你不要那么，哎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说实话，我今年长到了18岁，第一次见过这个东西，会不会想由他来吹吧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你介绍一下，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好了，啊，讲过了，管他这个是我们苗族的啊，一个一路万说，大家管他的辛苦点，啊，好了，好，掌声。Oh, they tied the mic to it. Better than last year. You see that? Oh, yeah. 喂，给开了。They need a barrier. They need a barrier, right? Only everybody behind a barrier. They just shoot them inside. Can see it. So I teach you shot. Yeah. Start leaning on me too. Yes, in the back, let me push long. Yeah.
好，来点掌声！